我哋又嚟玩怪物彈珠，今次我第一次拍超絕啊嚇！娛樂夜尋永恆夢鄉的女神，閱讀超絕。咁呢個係冇補血水過啦，但係不過呢，我已經贏咗10幾次。嗱，咁我建議大家，都係開始咗先講啦。嗱，首先我建議大家第一隻就擺一隻高速嘅反重反射角色啊，唔好大力量型，千祈唔好大力量型啊嚇！嗱，咁我建議其餘3隻都係貫通嘅。咁我呢，好友呢，人品問題，就要揀隻龍馬啦嚇，因為冇光天。嗱，見到呢，我而家光穿雨指住嗰一點呢，就係必殺點嚟嘅，通常都可以一下秒咗嘅。嗱，好似我而家咁，大家認住我頭先指住嗰一點，箭嘴方向指住嗰一點必殺嘅。嗱，咁白雪公主呢位呢，我就希望咁樣可以殺得晒啦吓。OK，嗱，我建議呢一關呢，最少帶1隻加速，你唔帶加速係唔使玩嘅，基本上又唔係唔使玩嘅。嗱，咁我建議大家呢，整翻左上角嗰隻啦，因為佢一次只會復活2隻。嗱，見到係非常之痛嘅串燒啱啱。唉，大鑊！嗱，呢一下有啲大鑊嚇。嗱，咁都係因應個情況而去。Yes，搞掂。嗱，我真係希望唔好死啊！好，搞掂呢個 battle。咁下一個 battle 呢，就應該會係一隻未進化嘅閱讀。我建議大家呢，唔係建議，係必須要嘅，殺咗最上面嗰隻先，因為會鎖技嘅。咁其次殺呢，殺唔到嘅減攻嗰隻添，龍馬去減攻。嗱，其次呢，第2呢，應該要殺嗰隻導引彈啊！導引彈都係好痛下，見到頭先1、2 battle 呢，淨係得嗰啲導引彈怪就知啦。好，今下靚啊！雖然俾人減咗攻。嗱，我希望唔好卡實咗啊嚇，因為你卡實咗嘅話呢，我嗰種反射角色。如果你覺得唯一一隻反射角卡實咗呢，咁你幾 battle 呢都會卡實喺隻小怪入面。靚。咁而家拿破位都唔差嚇。嗱，其實我係中意帶神化光天多過帶進化白雪嘅，因為呢，進化白雪無論喺 HP 啊、攻擊啊嗰啲方面呢，全部性能都差過光天嘅，唯獨是白雪速度係高過光天少少嘅啫。咁我其實中意神化光天多過中意神白雪，唔係都多過進白雪咯。咁我建議都係第一隻呢，擺頭係嗰一隻嘅光穿雨啦，暗熟耐性反重，非常好用。咁我呢一個位置光穿唔知會唔會卡實咗啊？我睇下拱唔拱得走，應該冇乜問題。嗱，我哋呢就要一邊清小怪，一邊去削嗰隻王嘅血啊！因為你唔削嘅話呢，其實呢隻王係冇嘢嘅。唔係喎，有喎，右上角有個10字喎。OK， 40幾萬，幾靚啊都。好彩呢，佢就唔係復光村隔離嗰2隻，如果唔係呢，就會卡實咁，就會幾大鑊。嗱，打閱讀呢一關呢，基本上係全隊都要帶反重嘅。如果你有信心呢，你可以帶幾 E 嘅，不過最多帶1隻就好啦。
嗱，先講下光天咧，其實速度咧係唔算慢㗎啦，都要300幾，同埋光天攻擊咧夠高啊，俾人減咗攻都可以一下秒到隻小怪，咁就比拿破同埋白雪好嘅一點。嗱，咁我如果清唔到左邊嗰隻咧，我話好彩啫，爭啲揩唔到。咁隻比傑拉就要減攻，如果我唔殺嗰隻嘅話咧，佢就會同時減龍馬同拿破，秒埋，靚。Battle 6入到皇冠係唔難嘅，不過通常呢就係2血要小心啲。咁我呢個位置就決定咁樣彈啦嚇。好，靚，秒埋上面。咁通常呢，波車第一下殺得晒小怪就冇乜問題嘅。嗱，都係照樣先殺小怪，然之後喺殺小怪途中咧，會慢慢削緊隻王噶啦。撞埋白雪啦。其實削到一下削到20零30萬已經好好噶啦。嗱，好彩呢，第一話我仲有埋導引顯示添，咁可以秒晒。但係打隻王4萬幾5萬啫喎。我建議白雪嗰招呢都係等2血先開。OK。因為點解要2血呢？因為好多人呢都係死喺2血嘅。2血有幾咁難呢？就係多咗一隻呢唔可以一下打得死嘅大小怪，比較大型嘅小怪。嗰隻小怪有弱點咁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真係冇能力支應，冇能力去殺到嗰隻嘅，係咯，嗰一隻大啲嘅小怪呢，咁你就去開。哎，哇！咁呢下點都 OK 啊，食埋把劍。嗱，因為呢，其實白雪開完技之後呢，會減咗自己攻嘅。如果唔拆弱點嘅話呢，會減自己攻嘅。咁所以開技呢，係唔可以一下打得死，一下打中弱點，非常糟糕嘅地方。唉，佢放雙逼啊！最慘嘅係點樣好呢？嗱，希望唔好揩到太多雙逼啊！喂，靚晒喎！一下黑雙逼都揩唔到。而家先再嚟復活隻大怪，希望秒到。OK。諗見到起碼要拆2、3下弱點呢，2下弱點先可以秒到啊！咁呢個就係個大鑊嘅地方。咁我好彩而家都仲係未有重力罩。咁好啦，好秒到。佢有時呢會復活盾牌，咁所以唔需要太驚佢彎彎都復隻大嘅。咁到而家我仲未選擇開白雪嗰招啊嚇。好彩啱啱好秒到啫。其實美血唔太難打㗎，只要呢你係喺2血嗰陣時搞得好呢，咁你美血基本上冇乜難度嘅。因為美血全部都係小怪，冇一啲中怪，即係好似而家放雙逼嗰隻焗住要咁彈啊！焗住唔削王啊！好彩盾彈，光穿盾彈，哇！我會唔會開住一招好啲啊？咁臨尾有2招好靈。我反射個技術應該算好啊！哇，靚晒 OK。頭先危急關頭得返3萬血呢，因為佢波聲每一條血呢，一開始都會鎖技嘅。咁鎖技通常扣你1/5啊，我諗。哇，咁樣嘅角度 ，yes 靚晒喎呢下，哇！
仲係非常危險。都係咁樣啦，希望你做緊晒3隻。OK，好啦，咁我哋繼續啦。頭先點解會停咗？因為啱啱有人打嚟。好啦，咁我開埋龍魔招。嗱，應該撞唔到光穿雨啦，不過都，喂，唔會咁大鑊啊！好彩啫，嗱，仲有白雪嗰招未開，我咁樣落埋去，卡上來，靚，幾嘢加重啊，靚晒，仲要攻擊力 down 添。我都係開。初戀影上嚟呢個，影上嚟呢隻，放雙臂啊又係整翻隻，唔好臨尾香味，好搞掂。嗱，其實閱讀唔係太難打，只要你識得秒邊一隻小怪先啊，定係識得喺邊啲時候開技啊，咁樣其實就真係唔難打嘅。不過當然，如果你打啲小紅龍啊嗰啲咧，必須啊，除咗外掛之外。咁3季，不過呢個閱讀已經10幾運啦。咁破關時間11分幾，唔算快嚇，我最快9分幾鐘。OK，咁我哋今次就去到呢度先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